新闻一开始，先看昨通报的有2个山友去爬玉山，不细里煞跋落山坎，这空勤队今已经找到2人的遗体，下晡已经吊挂落山。另外顶礼拜通报的这去爬合欢山的山友，嘛同款是遭遇不幸。昨这家己阿里山嘛传出有一个运气，最后也是救不回来。好，注意哦，不要快，慢慢。本来搜救人员到底伫搬遗体，因经过这歹行的雪地地形，要甲遗体搬到较空旷的所在，结果请空军总队直升机甲吊起去。日早中昼12点15分，直升机成功将遗体吊起去。南投县消防局讲，日接到报案，讲有一男一女有2名山友，敢若伫玉山主北方魔王坡摔落。迄天下晡4点外，搜救人员已经发现2个人啊，不过因为地形甲气候问题，无法挖掘。2、3早起，搁再入去，最后才找到2名山友遗体进行搬运。中在竹北峰岔口山沟下约380公尺深，陆续发现2名目标物，为经本案搜救人员评估，已无生命真相。虽然有太阳或是阳光，但是对于冰雪变硬会造成非常大的危险。有关处提醒，高山积雪样较慢，隔壁的步道是真危险，山友唔通凊彩就上山。也来合欢西风也传出山难，一个4代的山友20日山，也毋过隔天就失去联络。找几啊天了后，23下晡伫合欢区南山保护群发现伊的遗体。另外，伫家己阿里山地府野古道，离里是有一个人，敢若因为身体无爽快，昏倒在地，也是抢救无效。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，接续急救李姓妇人，急救持续近2个小时，李姓妇人仍无法恢复生命迹象。警方讲，60岁姓李的婚姻人，离甲朋友斗阵去行古道，因为脚程较慢，家己行伫个上后壁。伊昏倒了后，互另外4个山友发现，经过山友甲消防队赶紧来急救，也是无法度恢复生命迹象，最后甲消防员停止急救。记者综合报道。